大家好，新鴻基矚目大盤第一期 Serie C 樓書新鮮出爐，等我同大家做個開心 share 啦。新鴻基西沙項目地盤面積約670萬平方尺，提供468.8萬平方尺住宅樓面，預計提供9500個單位，伙數同規模可以攀比海怡半島。首先登場嘅 Serie C 一共4座，提供781伙，高低錯落，有晒中國傳統對稱美學，由1座14層到5座32層。講到分層單位呢度就以1房到3房為主，2房有成422間，當中380間係純兩房，42間係兩房加儲物室，佔總伙數超過一半，啱晒普羅大眾嘅口味啊！觀景方面，向東北嘅單位有海景睇，有一處702尺、兩處591尺嘅3房，而422尺到436尺嘅2房都好吸引㗎。轉個頭向西南一樣咁精彩，因為除咗俯瞰高柏西沙景，仲有自己屋苑嘅內園景，有人工湖、天空之鏡，當中有5間湖畔主題小屋，夠晒有童話 feel 啊！講到會所園林就犀利啦，有成148萬尺，提供168項設施，包括10大水上樂園設施，一個25米室內恒溫池，以及5個戶外泳池，仲有10大特色兒童天地、15個室內外運動空間、5大主題宴會廳等等，玩足365日都唔會悶啊！另外 Serie C 樓下有交通總會，可以去烏溪沙站、大學站、沙田站等等。另外 Serie C 暫定嘅管理費會係4個3毫8。睇完條片係咪心喐喐呢？新鴻基西沙項目 Serie C 更多驚喜等你嚟發掘，有興趣就記得搵我 Ida， 鍾意呢條片就 lik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